下一位陸頌雄議員。多謝主席。今日咧嘅討論咧就係交通意外傷亡賠償基金嘅一個檢討。咁啊，將呢一個咧就係受傷補助同埋臨時生活補助咧兩個嘅津貼咧合共918元咧，最高每日咧就大幅減到咧而家叫體恤補助就330元。主席啊，我都明白咧呢個基金咧的而且確係存在咗一定程度嘅濫用。近年嘅即係嗰個金額咧，即係援助金額咧，亦都發放係多咗。咁啊，基金每年收入咧得4億，咁啊發放援助咧有5億，都有一定嘅赤字嘅，係有啲問題要解決嘅。但係咪需要咁大幅嘅削減呢？係咪一個制度有漏洞，冇一個更好嘅方法去堵塞漏洞，而令到啲有需要嘅喺交通意外受傷嘅人士，佢哋真係需要補助嘅時候，個得到嘅援助係大幅削減呢？嗱，佢呢個減幅呢，即係主席，我講最極端嘅情況下，即係你個金額又差唔多減咗2/3，日數又減咗2/3，180日減咗60日，即係喺最極端嘅情況呢，係其實差唔多係減咗呢80幾嘅援助金額嘅。咁啊，當然呢個比較極端嘅情況啦，但係點都嚟係一個咧好大嘅削減。嗱，其實政府又喺今次裏邊咧冇喺文件交代咧點樣去防止濫用嗰個替代嘅一啲嘅基金裏邊有冇解釋到佢可以替代到幾多呢？實際又幫到幾多呢？甚至乎過去濫用嘅統計數字呢，都冇一個清晰交代。我哋知道有唔少嘅濫用啦，但係究竟有幾嚴重呢？其實我哋而家都冇一個好準確嘅一個嘅數據，所以你話喺一個比較咁短時間嘅諮詢嘅情況之下呢，咁樣大幅削減呢，我哋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會呢覺得係不可以即係支持嚇，咁我會係代表工聯會呢都會投即係反對票嘅。即係其實政府就算真係要減，即係我頭先所講啦，每年嗰個赤字大概1億。咁都唔使減咁多啊，至多減1/3都可能係解決到嗰個財政嘅問題啫。工會嘅意見就係話，寧可咧把關咧嚴一點，都唔好大幅削減。同埋我想問政府咧，嗱，佢而家就係基於即係防止人其實老實講，你話要濫用嘅人咧，佢大有大貪，小有小貪嘅啫，可能一樣都會有人濫用嘅。嗱，我想問翻啦，如果你可能今日如果政府數夠票嘅話，通過咗，即係減咗啦，咁好無奈啦。咁但係如果運作咗一段時間之內，譬如2-3年，睇到個基金係有盈餘嘅，政府會有個時間表檢討，又會加翻嗰個補償嘅金額，令到有需要嘅人呢，真正能夠得到即係適切嘅支援。因為呢一個呢，本來係一個惠民嘅社會保險嘅制度嚟嘅。咁同埋我都交代我哋另外幾位工聯會嘅議員啦，因為去咗見行政長官，所以就冇機會發言，就由我代表冇機會投票。咁永恩呢又去咗聯合國為正義發聲，咁啊，所以工聯會我一個人投反對票做代表啦。唔該，主席。好，咁啊，阿何副局長，基金有盈餘嗰時2-3年後會唔會檢討？主席，呢個嘅基金咧喺咁多年就設立到而家，其實有調整過嘅。咁啱啱我哋講，而家我哋唔係加到去7日嗰個嘅醫生紙，其實我哋回復翻基金初期嗰陣時咧係7日嘅醫生紙，呢個一開始係7日嘅。咁當然係當年政府咧係有咁嘅，覺得係有咁嘅可以再放寬啲，咁佢哋變咗3日。咁我哋今日睇翻個情況係有需要咧，就變翻係7日。咁我哋即係回復翻原本嗰個嘅做法。但係咧阿陸議員所講咧，呢個係一個社會保險咧，我再希望重申多次，呢個係無需供款，都係冇門檻嘅一個嘅基金嚟。如果係保險咧，我哋應該係個成個政策去引導佢咧，係減少去索取，因為佢要有自己嘅供款，就等於咧係大家嘅車險一樣咧，你係撞車越多咧，應該你下一年咧要加多啲保費嘅，應該咁樣先至導致咧你會更加審慎咁去揸車。但係如果阿議員認為呢個係保險，然後咧係唔應該係令到佢攞少啲咧，即係鼓勵佢係變相呢個錢咧，鼓勵佢可能會甚至有人覺得係撞多啲車，無論係嗰啲撞爛個玻璃倒後鏡又好，定係真係撞車都好咧，會有咁嘅個副作用出嚟。所以如果我希望議員唔好將佢誤解成為一個嘅社會保險，呢個基金係一個冇門檻係及時雨嘅基金。如果係當咗係一個社會保險，係一個應份去攞咧，我諗呢個係議員對於呢個基金有個誤解喺度。多謝主席。
主席啊，其實有社會保險成分，因為喺每年交牌費嘅時候咧係有個徵費，嗰、個已經係一個供款嘅一部分嚟。我想補充一下啫，唔該主席。好啊希，望政府真係檢討下，唔係淨係檢討個日數，真係有錢剩嘅話，希望咧就加翻個金額上去。佢都話唔好咁手緊政府定期會檢討㗎啦。